缅唐派是西藏画史中最重要、规模最大、追随画家最多的艺术流派。缅唐派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艺术在15到17世纪印度尼泊尔画风的彻底结束，和具有本土特色的藏族绘画样式的形成。因创派大师缅拉顿珠嘉措的家乡在山南地区的缅唐，所以该派以缅唐冠名。缅唐派唐卡风格的特点主要有3个：一是汉地的青绿山水加进主尊身后的背景，以往红、蓝和红绿2色对比为主的画面变为实绿色调，加强了主尊着装的汉族化表现。二是人物造型与江孜绘画风格的修长清秀的特点相比，显得厚重圆浑，有唐代遗风。装饰效果繁复的特点与江孜样式不无联系。三是不再见有奇格式构图，诸神于云端和风景之中，布局活跃多变。宝座有向里透视的侧面，立体感强。背光中卷草图案和红状彩纹变成了波浪式放射的金线，加进大量的花卉祥云。人物形象方正中见圆润，四肢变粗，颈项变短，五官变小等特点，使人物略显多肉少骨，衣带被加大增宽。直至今日，缅唐成为了影响当代唐卡风格最重要的一派。缅唐派艺术得力于格鲁派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，特别是17世纪后的新缅势力更是势不可挡。更重要的是，缅唐派绘画艺术以广大佛教信众喜闻乐见的风格面貌，表现出了最伟大的人民性。